喂，我係陳偉文，綽號 Apple。香港街場怪傑2026年 NBA 選秀狀元效力達拉斯小牛隊。上集講到全明星賽第三節完結，世界全明星隊同美國全明星隊激戰到68-75。我同 Victor Wembanyama 終於緩解內訌，開始揾到配合節奏。今次等我發講下最後時刻嘅超緊張戰況。第四節開始，場館氣氛熱到似火山爆發。ESPN 評論員話 Apple 同 Wembanyama 嘅少林組合開始發威，美國隊要小心。Shaq O'Neal 喺 TNT 直播笑到咳。Apple 嘅功夫同 Wemby 嘅怪獸身手，呢場比賽真係變武林大會。我同 Wembanyama 繼續配合，我對位 Stephen Curry 用鐵布衫硬化身體，守住佢嘅三分射籃，佢用半轉身回拉運球。揾空喂，但我使出猴子偷桃一爪揸爆佢春袋，佢痛到掩住下面，成功搶斷佢嘅運球。快攻時我用凌波微步同隊友頻繁換位，傳球俾 Luka， 佢用魔術傳球助攻 Franz Wagner 一個三分，追到79-80。全場觀眾吹爆，有人嗌美國隊，你們是來爭第二的嗎？美國隊唔甘示弱 ，LeBron James 用王者側頭中距離輕鬆命中 ，Kevin Durant 使出戰意三分，再次高難度命中 ，Jason Tatum 換上場，一招切換外線加招牌後仰，喺底角三分擦一聲入網84-92，場邊美國粉絲嗨到飛起，有人嗌 Apple， 你同 Wemby 點追？我咬牙回敬。等陣教你哋點輸。我同 Wembanyama 火力全開，我用內外運球左搖右擺加雙轉身，晃過 Anthony Edwards 背後換手上籃得分。Wembanyama 喺內線用外星封鎖，連蓋 LeBron 嘅灌籃，仲搶到籃板助攻 Luka Doncic 一個決勝切步三分，94-99。我再使出大力金剛指喺三分線外精準出手，擦三分入網97-99。全場觀眾起立鼓掌。上集個肥仔又模仿我轉身，今次我終於睇清楚啦，原來係油塘街場怪傑 Luka， 佢都嚟捧我場。第四節最後1分鐘，比分97-99，美國隊領先2分。我持球面對 Cooper Flag， 佢用美國之子嘅防守姿態死守我使出要球投喺空中停留投球進，99-99追平。場邊世界隊粉絲嗨到拆天，有人拎 Apple MVP 牌，有人嗌怪傑救宇宙。美國隊最後一攻 ，Curry 試圖用柯有引力超遠三分絕殺，但我用飛龍在天跳起封蓋 ，Curry 怒打一鐵。時間完結，進入加時賽。加時賽開始，氣氛緊張到心跳停頓。世界全明星隊同美國全明星隊你來我往 ，Shai Gilgeous-Alexander 用雷霆對抗，過咗 Haliburton 上籃得手，美國隊即刻反擊 ，Anthony Edwards 用偽俠切入快攻暴扣 ，Pascal Siakam 用大球奔襲轉身挑籃得分 ，Joel Embiid 回敬一個多重武器庫鉛筆勾射。比賽到最後10秒，兩隊打成120-120。世界隊一有最後一攻，比賽時間只剩10秒，球權落喺世界全明星隊手上，成為決定勝負嘅最後一攻。美國全明星隊全員進入全力防守模式 ，Cooper Flag 死盯我 ，LeBron James 坐鎮內線 ，Stephen Curry 同 Anthony Edwards 就喺外線緊逼，準備封鎖任何傳球路線。場邊觀眾屏住呼吸，氣氛緊張到極點。喺呢個關鍵時刻 ，Victor Wembanyama 突然走近我，低聲講：師兄，我有件事要同你坦白。我一擰就微問：師兄，你叫我師兄 ？Wembanyama 點頭，眼中閃過一絲決心。係啊，其實我喺少林寺訓練過，係你嘅師弟。之前比賽我 block 到你嘅上籃，就係因為我都學過少林絕技。事到如今，我哋一齊用雙人絕技龍鳳合鳴，咁我哋絕對可以贏。我聽完一陣，腦海中回想起 Wembanyama 當日神乎其技嘅防守，隨即會心一笑。好，師弟就用龍鳳合鳴絕殺佢哋。所謂龍鳳合鳴係少林寺傳承嘅雙人絕技，講求兩人之間嘅默契同互補，一人主攻，一人助攻，最後喺空中完成致命一擊。我同 Wembanyama 即刻展開行動，我持球面對 Cooper Flag 嘅貼身防守，用猶豫運球靈活扭身甩開對手。Cooper Flag 不甘示弱，橫移一步試圖搶斷，但我已經將球傳入內線。Wembanyama 喺籃下高高躍起，使出飛龍在天。
天，喺空中接住我嘅傳球 ，LeBron James 見狀衝上前使出全面助攻，但 Wembanyama 並唔急於出手，而係喺空中將球回傳俾跳起嘅我喺空中使出降龍29掌，一掌拍向籃框，同時用背後換手將球扣入籃框，球進網嘅一瞬間比分定格係122-120。世界全明星隊絕殺成功，全場觀眾起立歡呼，美國全明星隊嘅球星們就呆喺原地難以置信。賽後，美國全明星隊嘅球星紛紛上前同我同 Wembanyama 交流，場面充滿驚嘆同敬佩。LeBron James 喺場邊笑住講：呢啲空中配合，我打咗20年都未見過咁誇張。Joel Embiid 喊住咁樣行埋嚟話：早知我就代表世界全明星隊啦！比賽結束後，評判團開始投票選出全明星賽 MVP， 頭6位裁判3票投俾我，3票投俾 Wembanyama， 居然平票，最後1票由 Michael Jordan 投出。Jordan 走上台攞起個麥講 ：Apple 嘅進攻同 Wembanyama 嘅助攻缺一不可。我提議破例首次頒發雙 MVP 俾呢對少林兄弟，全場掌聲雷動，觀眾同球星一致贊同。我同 Wembanyama 喺台上握手高舉 MVP 獎，閃光燈多到似演唱會，世界隊粉絲嗌到喉嚨都沙埋，有人拎住少林兄弟橫幅。油塘 Luka 居然叫埋油塘 All Band， 油塘波神、油塘 Trae Young 同埋藍田 Jrue Holiday 模仿我轉身，場面亂到似燒牛肉。我同 Wembanyama 喺台上歡呼，正式獲得全明星賽 MVP 嘅殊榮。頒獎後，我同 Wembanyama 喺後台相視一笑，我拍拍 Wembanyama 嘅肩膀，講：師弟，之前你 block 我嗰球，我仲有啲唔忿氣。今日一戰，我知你真係有啲料到。Wembanyama 笑住回應：師兄，我 block 你係為咗隊友。今日我哋同隊，我哋一齊贏。少林精神就係團結。我同 Wembanyama 喺後台擊掌，佢笑住話：師兄，你嘅污糟打法同我嘅外星人身手夾埋無敵，不如過嚟馬字抱團，我哋2人從此冰釋前嫌，成為真正嘅少林兄弟。我嘅傳奇之路仲未完，下次再同你講我點樣喺季後賽大殺四方。I say, Mamba out.